国内做监视器的大厂星瑞电子，这阵是去向亚航讲，对109年开始，就对中国进口主机机，也有其他零件，伫台湾做咧，就搭台湾制造的票仔咧卖，甚至有一寡主机，佫有接中国的分段伺服器。董事长就去向叫去问话了后，总是100万交保。星瑞电子嘛回应讲，会全力配合调查，公司的财务业务无受到影响。调查官查扣大批货物相关监视设备，本来就要出货，即马拢被扣落来。我就知道我们就不会动。查封的安控产品，讲是国产，按过调查发现，业者涉嫌卖中国零件，伫台湾组装中芯大白，各将商品加做 MIT。经统计，该公司自中国监视器主机相关设备逾美金1亿元，相关中国制产品已大量流入我国境内。涉嫌生产的安控大厂就是上柜公司星瑞电子，为录影系统、门禁设备全部一手包办。不过，世界线材外口大高主机帮拢被查出是为中国来，佮较早为2009年就已经开始进口相关的设备，合代表高达33亿。星瑞电子发动信全力配合调查，对公司财务业务无影响。董事长甲副董事长经过检方审问，分别是100万甲30万交保。不过违法的10多年来，消往私人企业以外，连政府机关拢卖过。政府机关或在一些这个公司行号在使用，那这个影响会更大，因为包含更多的官员的出入的行为啊，什么时间在做什么事情。科技产业有很多这种比较机密型的这种会议等等，都有可能透过监视器流出。专案的监视器主机，佫被发现有回连中国分段服务伺服器，治安专家示警，以及移动恐惊后对化整合，尤其骇客入侵会较简单。到底业者是单纯进口，也是知情？爱国单检调来调查清楚，调向早期处在甲虚伪标示产地等罪嫌侦办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